大約5年前，一位我好深刻嘅女朋友離開咗我，可能佢而家已經身為女人唔定，你明我意思？咁當我錄呢隻歌嘅時候，我曾經偷偷飲泣過，但我冇俾到錄音師知道，因為我唔想佢明白我太深刻嘅感情。但係呢度，既然你係我個歌迷，我完全唔介意同大家分享我內心嘅世界。咁我呢度想介紹一位我嘅紅顏知己，即係你唔介意咁講啦。咁就係何平思小姐。Hello，Hi。點啊？我識咗你幾多年啊？識咗7年啦，有冇啊？我諗有7、8年。咁但係雖然佢係大孩子啫，咁但係佢好明白事理嘅喎。佢自己嘅人咧就係性情中人啦。咁所以佢好清楚知道咧，我一唔開心嘅時候咧，又係會匿埋唔見人啊。咁又唔會主動去揾人講心事。咁但係佢咧就好，佢有一次咧，我自己真係好 down、好唔開心嘅時候，佢就不停咁樣全日打咗好多個電話嚟問候我。